之前成日瞓得唔好，又有背痛問題，今次新居入伙，決定揀翻張好啲嘅床褥，有 Ecosa 嘅 True Firm 壓縮包裝，加埋呢個 cutter， 開箱又方便又安全啊！佢仲要係25cm 厚承托型混合床褥，高強度獨立袋裝彈簧，為身體每個部位提供精準嘅支撐，仰臥、側臥、俯臥都得，啱晒我呢啲腰背痛嘅人啦。最正係佢嘅5區人體工學設計，完美貼合曲線，仲有獨立彈弓吸震，瞓覺就唔再驚嘈親隔離嗰位啦。而我最中意就係佢呢個獨家雙面設計，一邊中度承托，一邊中硬承托，好貼心咁俾我呢啲背痛人士又驚瞓唔慣太硬床褥嘅人，可以揀翻自己舒服嘅軟爛度。再配合埋 Ecosa 人體工學記憶棉枕頭，最中意佢配備3塊記憶枕墊，可以自己調校枕墊高度，打造屬於自己嘅枕頭啊！仲有100% 有機竹纖維床品，啱晒我呢啲敏感肌同易出汗嘅人啦！最抵係100萬免費試瞓，唔啱無條件全額退款，15年超長保養，投資就更有保障啦！終於可以一覺瞓天光啦！你都快啲上佢哋官網睇下啦！